来罢免吴思瑶的团体本地的领衔人退出，因日前送出着9000份的同意书，向中选会来申请要改换领衔人。也毋过中选会审查结果，有700份的同意书，并毋是第一阶段原本提议的人，所以甲汰掉。也就是讲，安尼一来，同意书的总数量无达到门槛，所以领衔人无法度换人。早起就来陪家人的立委林派上徛路口，罢免吴思瑶的调职人无意见，也家己举一块罢免吴思瑶的扛棒。也毋过即摆第2阶段，恐惊会撞到上大难关。这张公文恐惊互几件罢免案动点。中选会宣布罢免吴思瑶换领衔人的审查结果，法定的标准要有2054个人同意，拿赢罢团送出2399份。也毋过其中属于原提议人数的，敢若1677个，另外有22个签署的人顶塔，无符合规定，非原本的提议人有700份遮济。也就是讲，领衔人想要换做詹嘉文换无过，只能维持本地领衔人张克勤。这700人有可能在当时送件以后，遭到中选会剔除掉，不在合格的范围名单上。我们呼吁中选会公布2399份有多少是死亡的？强调足地部自己人数。也毋过吴思瑶的罢免案，6月7日就是第2阶段告期日，少剩1礼拜的时间。罢团公布离安全标准各差7000分。另外，更较现实的问题是，本地领衔人张克勤自从写声明话讲要退出了后，到今拢联络袂着人。无领衔人的罢免案，就算人数达到标准，也拢总无遵守。为什么会有700份完全不是参与一些联署的人？这个我满脸问号。再一次提醒，民主不容造假。我们不排除向法院提告后，由法院来审视，看是否有任何的违法情事。如果没有，那相关造谣的人等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罢团主召同意书为真假，不过目前上大难题也是敢无法度将领衔人找倒转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